所以关心过年甲钱有关的新闻，这就是包红包，到底包偌济好时大，还是大家赶接的失礼数？有几个撇步提供乡亲的做参考，像讲啦。比如讲呐，过新年当然上好是包新钱，即有一元复始、万象更新的意涵，嘛要包伫新的红包袋内面。啊，金额呢尽量包双的，安尼较好结掉。通常呢，买数以2也是6上较优先。啊，若包好爸母的，也是时代红包，金额上好是一年比一年较济，来表达伊祝福甲敬重的意思。啊，若是小的红包呢，偏偏大家心理不平衡，上好呢，莫分这个年岁拢包同款，安尼较好，大家较袂冤家。过来是你若甲时大同时包红包，或者是小的时，上好先看一下对方的金额包偌济，毋通比时大较济，安尼才算是有礼貌。最后上基本的礼数就是收到红包时，千万唔通当场就拍开，安尼才袂失礼数。这是几点的这个撇步呢？提供乡亲做一个参考。